似時候鬧鐘響快，左三隻分親不出心到相貌，還有時間能吃飽，並沒特別，從來是一杯咖啡加塊麵包。地鐵照樣搭，照舊位置打卡，公式也照樣算，做到就天黑。曾期在這腦電腦，發現極怪講講都可望一瞬間。推推動也為了彩，找邊野外，當晚也撞了花花草枯到時代，前方鍵盤都輕了舞，回頭記憶初速這飛躍的窗外。照行近市將軍係線上呼吸，這麼驚險到上位，而我人設為那位並沒特別，原來是 NPC 跟着路軌，人無聊讚我照樣過，確實未算問家不玩，普遍排場太無盡來更差，年齡大我記錄過，太陽射在到他身上，退出實體點解面對？走到面野外，當也撞了花花草枯到時代，前方那鍵盤都輕了舞，回頭記憶初速這飛躍的障礙，如讓心間都很脫離劇情限制，當跨過的過路客，被主角難度還美麗，誰願徹底？抬頭名字轉換。